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實用嘅校政自動化免費方案。學校每年收到教育局大量通告，但要翻查內容就真係令人頭痕。今日我哋就會示範點樣運用 AI 技術，特別係 RAG 中文係檢索增強生成，同埋 DeFi 平台，去建立智能查詢系統，幫大家解決煩惱。如果直接問大模型有關教育局通告嘅內容，佢可能會答唔知道，甚至出現幻覺問題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大模型只係根據訓練數據去回答，並忘清楚你學校嘅最新通告內容。RAG 技術可以將學校文件轉換成向量數據，建立內部知識庫，然後要求大模型根據呢啲知識去作答，確保答案準確可靠。RAG 向量檢索係利用語義分析，即使文章冇直接出現相關字眼，都揾到相關內容。例如教育局發出校園無煙指引，就算用戶問禁煙政策或者反吸煙指引，系統都揾到文件。系統會進行 re-ranking， 重新排序，按照語義相關度排序，揾出最相關嘅答案。我哋利用 DeFi 平台，建立咗一個包含教育局近半年通告嘅知識庫，用戶可上載 Word 或 PDF 文件，不斷更新數據庫內容。大模型推理後提供答案，可以清楚見到思考過程。如果用戶想知道更多細節，仲可以追問，例如呢個活動嘅截止日期係幾時？系統都會根據文件內容準確回答。今次我哋用華碩 SNG-X10 安裝咗 GPTOSS 120B 大模型，速度快，而且完全免費，而且可利用其他開源 DeFi 應用，自動生成教材內容及通告，唔使煩惱月費問題。其次係私隱保障，本地處理資料，唔會外泄，適合處理敏感資料。最後係操作簡便，用戶界面友善，老師同行政人員輕鬆上手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方案有興趣，歡迎留言或者聯絡我哋。我哋會繼續分享更多免費應用方案，幫助學校提升工作效率。多謝收看。